你又不是3岁小孩子了，啊，赶快把药给我吃了。不吃就不吃。你就作吧你！哎呀！你听见什么声音了吗？这声不对呀，是女声。什么？什么呀？这底下啊！叔叔，阿姨，出来吧，都这样了。伯父，真对不起。你说什么对不起啊？孩子又不是你的。我还真希望是我的。洛儿，你跟伯父说实话，你嫌弃我？嫌弃什么？小涛肚里的孩子。为什么要嫌弃啊？有了孩子是一件好事情吗？你真这么想？当然。但是小桃并不这么想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他还敢挑？哼，我同意就行了。什么事儿您就同意了？结婚呢？你和小桃结婚，马上去登记。再喝点。我觉得他俩有戏。阿姨，您看能换到病房里去吗？哎呀，我们也想换的，结果来的时候太着急了，你知道吗？这医院没病房了。哎，住满了。不用了妈，咱们出院吧。你去结账啊，出院。啊？我没事了，啊，去吧。行，我们去结账。去结账。哎，对。我也有事儿，我也先走了。就当我在做梦，在我梦里多留一会儿好吗？行，结账。我们结账去了啊，去结账。不认识我了？好像是不认识了，像是好久，好久。几天不见，成诗人啦？是诗人，天天哭。你哭？现在没人管你了，你应该乐得天上地下来回窜吧？我哪有天上地下来回窜？说真的，我哭得可伤心了。鬼才信你的话呢！你有那么在乎我吗？我真那么在乎你？等我有钱了，我真带你从地下去天上。天上是个酒吧的名字，里边气氛很好。你这病还没好就惦记着玩，还以为你能长大一点呢。这段时间啊，别说长了，我连这心跳都快停了。又开始平了是不是？回来吧，媳妇儿。前妻。前妻。回来吧。不要。怎样你才肯要？你自己想啊。你知道吗？这段时间，我翻来覆去的想，终于总结出我们的问题出现在哪儿了。问题在哪儿吗？你猜。说不说？不说我就走了啊。好，怪我，都怪我。怎么就怪你呢？要是那会儿我们造个小人出来，你就想跑也跑不了了。你，讨厌！
别闹了，这里是医院。谁敢管？我抱我媳妇儿，谁敢管？媳妇儿，你想死我了。真的假的？你觉得呢？讨厌！哎，真是一物降一物啊！有戏有戏。那也得看儿子能不能把握住这次机会。我告诉你啊，这回他要是再挽回不了，我就手把手的教他。嘿呦，好像你懂似的。我可告诉你啊，小涛这次回来，你可得好好带人家。哎，我什么时候不好好带他了？又胡说八道，真是。你不再多住一段时间，好好养养了？没事儿，你呢就是我的药，我好了，康复了，啊。哎，你电话。哦。喂，你在哪儿啊？什么事儿？我们见一见吧。到底什么事儿嘛？重要事，花园路上那家咖啡馆，你现在就过去，先到先到。哎，需要叠这么整齐吗？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学会叠被子了，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叠被子啊，都成习惯了。哦，还有，我学会洗袜子了，每天换下来立即就会洗掉。真的啊？啊，对，我学会做饭了，会做你最爱吃的那个红烧鱼。是吗？看来我们离婚对你好处多多呀。我就知道你不相信我。哎，这样吧，今天跟我回家检验我的话。冉康，我真怀疑你是装病吧，故意演给我看的。贴你良心。不用发誓。冉康，这段日子我想了很多很多，这段日子的心情我不说你也不会明白。我明白。不，你不明白，让我再想想怎么告诉你，或者不告诉你。有些事情只有你真的懂我了才能明白我。什么意思？我不可能因为你这2句话就乐呵呵的跟你回去。我会重新举办酒席，正正式式的租个车队，明媒正娶。不在那个，我要的是一个有责任、能担起大任的你。现在的我就是啊。让我再想想吧。我跟你说，哎，行了，就这样吧，我先回去了。什么这个那个的，你根本就是急着想去见那个混蛋。刚才那个电话是他打来的，你现在要去跟他约会，是要在我和他之间做衡量、选择和比较，不是吗？看，又是这个问题，我不想一直重复这种毫无意义的吵架。你好，请慢用。怎么样，累了吧？我给你叫了杯橙汁。谢谢。这个谢的距离，永远都不能因为我的努力改变吗？你是个好人。下句话一定是我不适合你。可惜我配不上你。其实你应该找一个配得上你的女孩。你长得这么高又这么帅。终于承认我帅了。你已经有新的决定了？本来没有，就打算这么一直过下去的。但是我爸对你的期望太高了，与其让他这么期望下去，不如打破他的幻想。你
决定要复婚。这个决定跟复婚没有关系。突然想到一句台词：“我滚热的心也焐不热你的心吗？”你焐错心了，如果换颗心的话，早就焐热了。而且我知道你有那种秒杀的能力。这个东西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，而且我用的话，磕着碰着我会心疼。你还是找个合适的女孩用吧。我说过，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可以当垃圾处理掉。既然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，好吧。既然我们不会走到一起，那我就先走了。请不要用这种眼神看我，我会心动流血。转身的瞬间，爱已经不见，和你的一切，我只能怀念。再多的不舍，都无法改变曾经的信念，那么遥远。爸。桃儿，我很快就睡了，不会熬太晚的。你现在啊是有身孕的人，可爸爸真不知道孕妇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，连顿像样的夜宵也不会给你做，就会煮鸡蛋。哎呀，这就够了呀！这鸡蛋啊，可是很有营养价值的。桃儿，回杨家吧。爸，你真这么建议？我想，首先我得跟他们好好谈谈，心平气和的谈谈，说清楚，这次不能像上次一样，该怎么办怎么办，婚礼啊、宴会啊、请客呀、礼节一样都不能少。爸，这回我还真没这么想。我觉得吧，这件事情再等等吧。还等啊？这不能再等了。就算你能等，肚里的孩子也等不了啊。其实有些事儿咱们真不明白。爸，我是大人了，我懂。你懂什么呀？你根本就不懂。这孕妇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听张医说要定期到医院去检查，差不多1周去一次。这么长时间了，你去过没有啊？不用，我身体好着呢。好什么呀？你看你都瘦成什么样了，我就想不明白，你不让我去杨家，这孩子是他们家的，他们家凭什么不管啊？就这么逍遥的过日子，那不行，绝对不行。爸，他们还不知道。什么？这太过分了，这也太过分了，应该让他们知道啊。是我不想让他们知道的，总不能因为孩子就把我迎回去，然后等孩子生完以后就让我走吧，我才不要呢。再说了，这都是离婚以后的事情了，与他们无关啊！我就不相信我一个人养活不了孩子，哼，我宁死也不回去。太棒了，非常棒，爸等的就是这句话，哈，威尔古德，说什么呢？英格利什这是。原谅我曾犯的错，我会一直为你等待。大夫啊，没事的，很健康，放心吧。啊，谢谢大夫。不客气。帮主，帮主，哟，帮主啊，又在修啊？啊，
二手就是二手啊，好的时候基本没有，坏的时候十之八九。哎，你这哪是二手啊，3手4手都不止了吧？哎，我跟齐亮帮你打听到一家废品收购站，要不咱卖了吧？能把本收回来吗？你脑子出问题了吧？还在想本啊？别赔得吐血就不错了。不修了，这一天到晚什么都没干，净修这个。怎么了？谁骚扰你了啊？别提这个了啊！哎，你们跟我说说那个收购站，差不多真卖了吧？这地下室实在憋不下去了。卖了以后你怎么办？上班去啊？这个我自己想办法。天无绝人之路。谁呀？接一下呗。哎，说说那个价钱。前妻打了的啊？他要是能这么缠着我，我死而无害。接吧，吵死了。喂，哎，你好，我是。喂，喂，喂，哎，信号不好，听得到吗？哎，信号不好，听得到吗？听得到吗？杨康，你太不够哥们义气了啊！认识新的女人，也不告诉我们谁呀？嘿，行啊，好看吗？哪儿人呢？带出来我们也看看呗。是啊，带出来看看呢。啊，我现在告诉你们，他的名字，他姓银，银行。宝宝不怕哦，妈妈会有其他办法的。大哥，打听清楚了，你这样逃避下去，绝对不是办法。我还能有更好的办法吗？帮主，你当时怎么不跟我们借呢？现在借也不晚啊。那你需要多少？能给多少？我们的底儿你还不知道吗？得了吧，我当时要是真想跟你们借的话，也不会向银行开口了。那现在怎么办？你上个月的钱就没有还干净，这个月你再不还，你不但要支付滞纳金，还要支付违约金，那利息就翻倍了。时间越长，滚得越多呀。滚吧，滚成个大雪球压死我得了。反正我现在没有老婆，没有孩子。你还有父母呢。我成年了，我的账我自己负责，跟我父母没有关系。谁说的？你父母的房产现在就等于你自己的，到了一定程度，银行会申请强制归还，到时候你父母的房产就会被强制抵押。真的？真的。本人有 CF、魔兽、完美等各种游戏高级装备无数，有意者私信我。不行，发到这里，杨康和罗伊都会看到。爸。哎，刚才上你屋，你怎么不在啊？我出去了一趟。上哪儿了？逛街啊。哦。爸。你看你，这不是挺环保的吗？干嘛收人家这摆设？
我不是觉得你跟小罗能行吗？要是完全不可能，我是绝对不能收的。现在知道还不晚，那你找个时间把它还给他吧。爸，有件事情想找你商量一下。说吧。咱家不是有3间房子吗？除了咱俩那2间，还有1间，虽然小了点吧，但是放张床跟桌子还是可以的。你想出租啊？是啊，我的网上商店基本上可以营业了，但是等钱到手，再等客户上门的话，还需要些日子。能不能到手还不好说啊。这肯定到手的呀。虽然说吧，需要点时间，但这期间咱们把房子租出去，虽然只有1000来块钱，但是也可以解决咱们的生活费啊、菜费啊、水电费，你说是不是？哎，这主意不错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我那是，从现在开始呀，咱们家的大事我来做主，你就等着过好日子就行了。好。那我走了，好，记得好好卖水果，晚上回来收账。去吧去吧。哎，就算我们把能卖的、能当的、能借的全部加起来，一共也不到1万块。什么玩意儿？我们需要10万块钱，这连1/10都不到呢。哎，我说你们俩心真黑，还想帮我一次性还了，能帮我把上个月的利息还了就不错了。上个月的已经准备好了，这个月的呢？房租呢？那不是你朋友吗？哎，当初不是看着杨康着急吗？怕他不会来，所以我才说是朋友。其实是你自己垫的钱是吧？不管怎么说，冲你俩这份情啊，哎，别整酸的啊！行，这些事情我自己处理，你们别管了，我来想办法。那你还有什么办法啊？就是，要是有办法，你还能拖到现在吗？怎么了？啊，他还能把我抓去坐牢啊？行了，结账。好了，今儿个我们来啊！怎么，我还没穷到请不起你们喝水的地步？放心吧，二位，30年河东，啊，30年河西，风水轮流转，我就不信我杨康会这么背一辈子。好啦，我们相信你。什么呀？请亲自过目。租房启事，哇，你要当包租婆啦？以后啊，我就躺在阳台上，专门收房租，爽死了！没看出来你还是贪图享受型啊。给你足够的钱，谁不会享受啊？不过我是没那命，也从来不希望有那命。自己慢慢赚钱，花自己的钱啊，踏实。你慢慢踏实吧，我可不想那样。我天天都在做梦，希望能够碰到一个贵族公子，我们俩一见钟情，然后情定终生，直接过上荣华富贵的幸福生活。赶紧回家做白日梦去。哎，把我发到微博上，别透露姓名，私信联系或者电话联系。干嘛这么遮遮掩掩的？怕你爸知道？不是，我是不想让杨康和罗毅知道。你不让杨康知道我能理解，为什么不让罗毅知道呢？让他知道直接帮你解决了，那多好啊！你别总想着一步登天好不好？这别人的钱能那么好花吗？反正你现在离婚，恢复了自由之身，直接嫁给他算了。我哪是自由身啊？我这一辈子都不可能是自由身了。为什么呀？啊！林小彤，你一共是9.2块，你给9块就可以了。好。我看啊，找您哦，不用找啊，正好找。哎，爸，下海什么呀？一日为夫，终身为夫。哟，雷叔，哎，您前些日子那女婿呢？今儿怎么又来一个？啊，这个嘛，
你女儿好几个啊？不，女儿就一个哈，但追求者比较多啊。孩子长得漂亮嘛啊。那你慢走啊。哎，好嘞，常过来啊。你忙。这么说，那个姓罗的经常过来。你不要我女儿了，谁来你管得着吗？爸，不是我不要小桃，是她不要我。干什么呀？我一直想送些薄礼，至今没送成。这婚都离了还送什么？爸，您要知道，我跟小桃复婚只是时间问题。我说严康，我说你怎么那么自信？那么好的一个姑娘，你说娶就娶了，说不要就不要了，不要就不要了吧？怎么回过头来又还要了？爸，您听我说。再喊一句试试。叔叔，你知道你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吗？我知道，所以我要用我的一辈子去弥补。哼，晚了，现在我正在考虑小罗的求婚啊。什么？那个姓罗的？对，就是那个姓罗的啊。经过长时间的观察与考验，我发现小罗同志是个好同志，他正在向我提出和雷小桃的婚姻计划。爸，喊什么？叔叔，你不能答应他，小桃是我的。你的？你的就给推出去啊！一推还是俩？什么意思啊？俩吧，一个以前的雷小桃，一个现在的雷小桃，俩推出去。爸，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您都不相信，但是小桃我是不会放弃的。我知道您现在对我有意见，没关系，我会做给您看的。爸，我走了。我知道这段时间您和小桃都很辛苦，您再忍一忍，等我好了，准备充足了，我一定会来接小桃的。不用啊，我们过得挺好的，你忙你的吧，啊。爸，再见。原谅我曾犯的错，我会一直为你等待。好吃啊！你还笑得出来？为什么笑不出来？天又没塌下来。这要是一般人，早哭都哭死了。奇了怪了，有什么好哭的呀？就算我哭死了，也改变不了现状啊，还不如好好的、开心的过呢。那你打算以后怎么办？所以把房子租出去，挣点奶粉钱啊。我说的不是这个，你怎么也得告诉杨康啊。暂时不打算告诉他。为什么？他自己还是个孩子呢，万一他一冲动要跟我复婚，我一冲动也跟他复婚了，然后天天吵，这孩子不得受影响呀？而且我看了好多资料上说，如果孩子长期处于一个不好的情绪环境下，那他以后性格会不好的。这些跟没有爸爸比起来都是皮毛。一个完整的家庭肯定比什么都重要。这个道理我当然懂啊，所以我正在招聘爸爸。招聘爸爸？喂，你好，对，我是。你哪位？谁？你是谁？怎么会有我的手机号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遇到了困难。你的前妻叫雷小桃。你到底什么事儿？她有男朋友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要结婚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些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不用管。最重要的是，跟你有关系。我的前妻，她是娶人还是嫁人？
都是他自己的事情，跟你无关，也跟我无关。哦，是吗？那他有孩子了，也跟你无关？这些照片，我不知道你跟他是什么时候离的婚，也不知道他跟罗毅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，是在你之前呢，还是之后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，还是请你问问自己吧，这个孩子，到底是你的，还是罗毅的？你给我看看，这些照片拍的水平不怎么样，其实我45度角最帅。你少贫！我给你解释的机会。解释什么？解释什么？我再三的跟你说了，不要跟他来往，你就是不听我话。现在倒好，孩子都有了，听说他离婚了。是的，这就是你说的绝不和有夫之妇来往。离婚了就不是有夫之妇了。这么说，你承认那个有夫之妇是你的对象？是。你爸，我本来想瞒您一段时间，但是您已经知道孩子的事情了。孩子真是你的？是。你怎么就能肯定这个孩子是你的，而不是那个前夫的？爸，我是成年人，有些事情我分得清楚。你疯了，而且是真疯了。杨康，你混蛋！你就一大混蛋！我会让你后悔，一辈子都后悔！杨康，将来你会知道，你错过什么了。你要是还想认我这个父亲，就赶紧把那些乱七八糟、乌烟瘴气的人和事情都给我处理了。是，今晚就解决。哎，你可别给我反着处理啊！看来我父亲还是有些了解我的，我保证按照最正确的方式处理。好，那我等你的消息啊。放心吧，老爸，相信我。宝宝吃饱了吗？哎，你怎么吃那么多呀？哎，你不知道吗？我现在是2个人了。走了。哎，我呀，送你回家。怎么，现在开始就把我当国家保护动物啊？这没有男人照顾的孕妇呢，是最可怜的。说什么呢？这天底下没有男人照顾的孕妇就我一个啊。你要是说不出口，我帮你去跟杨康说吧。哎，不要，千万别！你要是说了，咱俩连朋友都做不了了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较什么劲呢？你一个人抚养孩子是很辛苦的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有很多事情我们都不知道。没有多少事儿啊，而且我爸从小不就一个人把我带大的吗？你看我哪里跟别人不一样？就因为你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，你就应该知道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成长有多么的辛苦。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就是希望孩子能有一个完整的家庭。我也希望你不那么辛苦。不管怎么说，杨康也是孩子的爸爸，他还年轻，你们慢慢再磨合嘛，好不好？不要，我不想拿孩子绑着他一辈子。行了，这样吧，小桃，你也回去吧。罗先生，麻烦你稍等一下，罗先生。
哟，罗公子如此盛怒，实在是难得呀。怎么，你还想在办公室里打我？我绝对不会打女人，你也不会让我例外。我就喜欢你这种死都要守住的绅士。你玩的是不是过火了啊？我过火吗？你连孩子都玩出来了。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你会后悔的。很显然，你根本就没把我的话当话。我的确后悔了，后悔分手的时候对你太客气。没关系，我们会重新开始的。你还有机会甩掉我。苏雪儿，我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别对我再有任何念头，别说重新开始，就算是普通朋友，你也别想做。那就当敌人了。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跟你做朋友，更何况是普通朋友。你想怎么样，我随你，但是你给我记住了，我绝对不会再对你心慈手软。你对我有心软过吗？有没有你自己心里清楚。那次和好算吗？哼，给我更深的一道伤痕，还不如不和好。我话说到这里，你自己看着办。罗毅，你让我不好过，我也不会让你好过。有孩子怎么了？有孩子你们就一定能在一起吗？哼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不会放过你们，绝对不会。罗毅，你混蛋！怎么？有事儿？那些美好的过往，像电影反复播放，墙上的钟摆滴滴滴答，时光匆匆告诉我，为什么没告诉我？这么辛苦的事情，为什么要一个人背？没事了，从今往后没事了，我在，有我在。如果是男孩，从此就有2个男人来守护你；如果是女孩呢？那就有我这一个男人来守护你们2个女人。我会一直为你等待。
辛苦了。是我不好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真的对不起。存在，现在的我才知道那全部都是